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释教111周年的纪念日。牧师常常咧想，一个纪念日要安怎过？其实上界重要的是，咱毋通失去起初的听心。咱来明白，为什么111当前，咱的先辈因要伫即个所在设立即个教会？为什么？上帝要爱咱教会存在伫即个社区、即个城市、即个国家，这是庆祝纪念日上界重要的。所以咱得爱真知教会存在伫即世间的目的。所以牧师伫2个月前就开始甲大家分享一系列关系教会意义的信息。咱有分享过，教会应该是一个心灵的病医，应该是一个见证的团体，应该是一个主内家庭。咱嘛分享教会应该是一个信仰的学校，因为咱应该拢爱伫即个学校内底，互咱的灵命、生活、生命更较长大成熟。所以咱今日要继续伫咱的纪念日中间来思考即个要紧的题目，就是教会为什么要存在？伊若是一间信仰的学校，咱到底应该伫一间信仰的学校学习什么款的代志？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来到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善的教会。阮感谢你，伫111当前，又找见你的罗卜，伫即个所在设立教会，互伫100几当来，互即个社区、即个城市、即个国家的人，因为相连教会缘故，来领受主你所带来福气。主伫即个释教的111当的纪念日，阮恳求主你，互阮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反省，阮应该安怎装备阮家己，互阮诚做你所使用贵重的器具，来荣光你的性命，来达到你当初设立这间教会的目的。恳求主，你即时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你话语的奥秘。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来知咱讲教会是信仰的学校，每一间学校拢有伊设立的目的。譬如讲新学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3间新学院，这3间新学院其实设立的目的拢真类似啦吼。你来去看因的教会设立的宗旨，就是为着培养有灵性深度的侍奉者，来服侍台湾的教会社会以及普世的集体，共同将上帝的听、福音甲上帝的心意落实伫咱即个乡土中间。所以咱若去看这个学校成立即个目的，咱就知影讲，这个学校就是为着要培养有灵性深度的侍奉者来服侍即个世界。若安尼，咱教会诚做一个信仰的学校，咱教会是相连分校啦吼。这个学校嘛有伊设立的目的，到底是为着什么代志？为着什么目标要设立这个学校？咱来深深来了解，安尼咱才会当往这个目标去迈进。咱今日所读的是《歌罗西书》的第3章。这段经文前半段，保罗咧讲吼，咱脱掉旧的人，然后爱穿新的人。
烫条旧的人，就是讲你爱甲过去的旧的生活，来去掉。比如讲，伊旧真济啦，比如讲有淫乱啦、讲白贼啦、贪婪啦、歹性地啦，等等这些败坏的代志，爱将伊去杀，然后安尼佫无够，将旧的人烫掉了后，爱佫去成就新的人，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选民，是圣洁、得到上帝疼痛的人。咱看见保罗伊是安尼讲，伊讲，因为你已经脱掉旧的我，甲旧的习惯，换就新的我。这个新的我是对创造主上帝按照家己的形象，不断加更新，互伊会当完全明白伊。咱若看好学本的圣经是讲，恁成就新的人。这新的人伫知识顶面渐渐更新，拄亲像创造伊主的形象。咱知影，其实保罗咧讲的就是安尼。咱若看创世纪，上帝安怎创造人，是照伊的形象去创造人。但是咱嘛知影，因为人受到罪捆绑，受到这罪恶的捆绑的。情形下面，就是人甲上帝的形象渐渐脱离啊。当离开的上帝的形象，哪来哪远，哪来哪远。因为咱有罪恶伫咱的心上，所以今仔日为什么上帝要有教会？设立这个教会学校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要恢复上帝创造人的形象。也就是上帝本身的形象。安尼，大家会问讲：上帝的形象到底是啥物？上帝也无互咱看见伊的形象，咱明仔知影上帝的形象是啥物？但实际上，上帝是透过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互咱明白一个完全的人的形象是啥物？互咱明白啥物是上帝的形象，互咱会当有一个目标去学习，就是咱来学习亲像耶稣基督同款。这就是信仰学校最后的目的，就是互每一个礼拜教会的人会当学习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亲像咱顶礼拜所读的经文。以弗所第4章，伊讲，伊也是属文书的迄一位，就是指上帝嘛。上帝伫教会中间设立无共款职分的人，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目的是咩呐？目的是要准备上帝的百姓为伊工作，起造教会。最后的目的是安那？互咱对上帝囝有一致的信仰甲明白，咱会长大成熟，达到基督迄个完整的境界。意思是讲，上帝为什么要有教会？伫教会中间有无共款积分的人，无共款文书的人，咱大家互相帮衬，目的就是要互大家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学习亲像耶稣基督同款。这就是咱信仰的学校，就是咱教会设立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互大家学习耶稣基督迄款的款式。所以咱爱真知，当咱进入教会、加入教会了，咱就开始咧变化家己，将旧的歹的习惯来去掉，爱成就一个新的。有上帝形象，有耶稣基督形象的制服。咱来知影制服有两种，一种是叫做学生制服，咱做学生的时阵，拢会穿制服嘛咱就知影讲你是倒一间学校的学生，制服顶面有绣名，有绣你的年级，互人知影讲你是一间学校倒一个年级的什么人。但是，个另外有一种制服，
叫做工作制服。咱进入信用学校，咱就开始穿学生制服。但是期待有一天，每一个人会当穿上咱的工作制服。啥物叫工作制服？工作制服就是讲啊，当咱对学校毕业了后，有一寡人会得到一寡资格，伊就会当换另外一套制服。是讲毕业了后，咱搁接受什么款的训练，等等这代志。等等一寡训练了，咱会当穿制服。譬如讲，咱中间有真侪医生对无？医生嘛有医生的迄个制服，白色的制服。伊迄个有长短的分别，你受训到什么款的阶段，会当穿什么款的制服，迄是无共款的。估计大家每礼拜拢会看到的，就是牧师会穿牧师的制服，对无？我今仔日因为咱今仔要圣礼典，所以我穿的这是大礼服，大礼服。平时就是穿牧师的小礼服，人称作牧师服。牧师服毋是清清彩彩的让穿牧师服的。那根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规矩，就是安怎？你要得到学士的学位，不论你是读普通大学还是新学院的大学部，爱得到学士学位了，然后搁考到即个新学院的研究所。伫研究所爱读3档，拢总有爱修100几个学分，100几个学分拢及格了，然后安尼佫袂当穿这牧师服，及格了学校就互你毕业，毕业了佫爱做传道书，2档外到3档，伫即个过程中间爱接受传道书的训练，然后佫爱接受母语的考试，佫爱交工作的论文，拢通过了，安尼嘛抑佫袂当穿牧师服，就爱安怎去中会讲道，经过中会的审查核准了，较得到准牧师的资格。准牧师也袂当穿牧师服，爱安怎？爱佫有一间教会。也是讲一个机构要来访牧，伫访牧迄一天，你才能穿正式的牧师服，才有资格穿这个牧师服。所以要穿这个牧师服，爱经过这个过程。所以咱今仔日进入教会学校，咱穿学生的制服，有一天咱会穿。咱的工作制服，咱等下甲大家讲这工作制服的内容。当然有人咧问讲牧师服这有一寡奇奇怪怪的物件大家毋知啥物意思牧师服通常拢是黑色的，就是表示安那牧师爱提醒家己，有若是一个罪人，是软弱的人，是误会的人。普通的牧师服只有一块白白，叫卡拉，这白色卡拉是啥物意思？就是讲上帝把咱请去牧师园，这然后，互讲出来的信息是圣洁的，所以规身躯拢垃圾的，这所在请去的，因为爱讲上帝的话，这大礼服开个跟两个跟。喙齿吐出来，这毋是喙齿啦，这是安那代表讲牧师咧传讲的信息，袂当超出新约甲旧约啊，所以袂当讲一个543的爱讲啥物？爱讲圣经上帝的话。牧师有即个肩带对无？这是啥物话？大家毋知敢知？你有看过牛咧犁田无？有迄个担对无？人讲軛啦，这就是基督的担啦，甲基督同背即个担。所以这就是牧师服的意义。
我拄则有讲过，咱来经过真侪无共款的训练，也是讲爱通过什么款的考试，才会当穿这套制服。啊，咱基督徒嘛有这套制服，这套制服吼，保罗甲咱讲啊真清楚。伊讲上帝听恁，拣选恁做伊的子民，所以恁爱有怜悯、慈爱、谦卑、温柔、甲忍耐的心。有纠纷的时阵，爱三甲宽容，彼此了解。主怎样了解恁，恁也爱怎样了解别人。伫即个一切顶面，佮加就疼，因为疼是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这甲制服有啥物款的关系？你若去看和合本的圣经，你就知影吼。和合本的圣经吼，伊讲，所以恁是上帝的百姓，圣洁得到上帝疼痛的人，所以爱尊怜悯、温顺、谦卑等等这性质。迄尊也标一个括号，伊讲尊原文的意思是称啦，是称。意思讲，保罗讲你脱去你旧的歹的习惯，佮爱穿一个新的制服。这制服伊的性质就是怜悯、温柔、谦卑、温柔、忍耐等等这。最后佮爱加上一个疼，疼亲像一个带吼。古早迄个衫吼，伊无拉链啊，嘛无紐啊，伊是用一个带来下起来。安尼穿起来较会避早，所以咱就爱清楚地讲，拄则所讲的这7种性质，是这样制服的性质，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是咱爱努力的目标。所以咱得往这7种性质去学习、去努力，互咱有一天。那亲像穿一件衫同款，这件衫有怜悯、有慈爱、有谦卑、有温柔、有忍耐，会当互相宽容、互相赦免，还有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疼，这款才符合上帝的形象。所以咱今日拢穿学生制服，有一天望咱会当穿咱的工作制服，伫社会、伫咱的生活中间。互人看咱，就知影啥物是主耶稣基督的形象，的希望，爱得到相款的稳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爱对这件制服，爱好好来研究。今日牧师要先甲大家讲这个制服的第一个性质，就是怜悯。关系怜悯。牧师有3项要提醒大家。第一项就是怜悯吼，就是伫别人的受苦中间看起家己的责任嘛。咱来明白就是讲，咱看起着这世间有真侪这个苦痛，但是一个有怜悯的心的人吼，伊会感觉讲。别人咧受苦的时阵，我开始有一寡感受，我感觉讲，我应该爱做啥物代志，会当减轻伊的苦痛。我对这件代志有责任。若无怜悯的心的人吼，咱华语叫做冷漠啦。冷漠就是讲，别人的代志甲我无关系啦。这就无基督的性质。因为咱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伊就是甲遐受苦的人做伙嘛，咧解决受苦的人的问题。伊看见有人破病，伊来医治；看见有人伤心，伊来安慰。这是主要所基督的性质嘛。其实上帝有将这款怜悯的心放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只是有时咱互这世间太侪代志影响，直到咱渐渐失落了。对真侪代志拢无咧关心，拢冷漠。我捌看见一个报纸的报道，是真实的报道。我在做早以前，发生伫即个
台南的所在，较偏乡的国小。当时阵有一个囡仔吼，这个囡仔出世了，摕到小儿麻痹，所以有一支骹就较无方便。伊的老爸老母吼，知影讲这囡仔讲小儿麻痹吼，将来生活一定爱，虽然较无方便，但是一定爱家己独立。所以因着训练这囡仔吼，家己会当去学校，但行路行真久吼，伊着训练伊的囝会晓骑脚踏车。虽然一支骹尔，但是会晓骑脚踏车。要买一台脚踏车互伊，互伊会当每一工家己骑脚踏车去学校。伊着对因囝讲吼，你即摆会晓骑脚踏车，你以后要去倒位拢家己会当去，毋免爸爸妈妈来载，互你家己独立。这囡仔嘛是真乖吼，伊就逐工拢骑脚踏车去学校。就安尼经过几落冬，有一工，伊拍电话来因爸爸讲：爸爸，我今仔下课的时阵，发觉讲我的脚踏车去用偷牵去啊，无去啊。爸爸，你敢毋通骑车来互我载？因爸爸就骑奥多摆来载吼。我一方面嘛足生气的，讲我靠人安尼遐尼歹心的，这囡仔的脚踏车也要来淘汰。但是无办法嘛，是爱载伊呐，搁去买一台新的吼。但是伊车骑到学校了，要载伊的囝的时阵，伊的囝突然答应爸爸讲：爸爸，你敢会当帮忙一件代志？伊讲我阁有一个同学吼。叫做梁杰啦吼，这同学，伊甲我相共吼，但是伊比我较严重淡薄。我是一支骹无方便，伊是两支骹拢无方便，拢穿铁骹吼。所以爸爸，你敢会当带先载转因兜，了后较来学校，搁来我载转。因爸爸讲，伊平常时拢安尼来学校，因厝里人无载伊来嘛。伊讲，爸爸平常时吼，拢是我骑脚踏车，下载时起来载来学校，放学了，阁是我来载转伊。因为吼，我知影伊的情形甲我相共，伊阁比我阁较无方便。因爸爸就看这囡仔安尼遮尔有疼心吼，嘛心中真感动，就去教室要载即个囡仔，才发觉讲因的教室伫3楼啦。讲较无方便搁来安排伫3楼，因爸爸就爬到3楼吼。讲普通人爬到3楼都拢会喘啊，搁一个较无方便的囡仔，因爸爸就要来挨落来，伊来讲别免，我家己用行的吼，我家己有哪会独立。虽然我行了较慢，你先落去楼骹等我，我慢慢行，行咧楼骹，你较互我载转去。讲真感谢恁后生吼，逐工拢来我载吼。因爸爸就伫楼骹等伊，然后将这囡仔载转去，了后较来搁载因囝转去厝里。你看这个报道的时阵吼，其实。我是非常感动吼！我感觉讲，这囡仔遐尼有疼心，伊家己知影家己无方便，爱去体贴比伊较无方便的人，一支骹的人去帮衬迄个无骹的。我相信因爸爸嘛感觉真骄傲啦，因为要训练一个囡仔，咱即马拢互咱的细囝。真丰富的物质生活，因拢互人服侍了真方便。但是你看，伫这苦难中间的囡仔，因家己有一个真水的心灵。虽然外表有一寡欠缺，但是伊的心灵是非常完全的。这就是怜悯。亲爱兄弟姊妹，咱就是爱。诚做一个有怜悯的人，看去别人咧受苦的时阵，咱感觉讲这甲我有关系，我会当做一寡什么款的代志来减轻你的苦痛。
这是咱来学习的，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性质。第二项代志，就是咱来训练咱的目睭啦。人常常被咱的目睭所欺骗，有时咱会用咱的目睭去做错误的判断。伫圣经中间，咱看见到主耶稣基督特别爱咱去注意啥物货，注意迄个卑微的人。咱常常拢会看见迄个卑微的人，但是主耶稣基督讲，你毋是安尼哦。你若去照顾迄个阮中间上界微细一个人，就是做伫主耶稣基督的心上。而且，这是马太福音书咧写最后审判的时阵，审判的一个判断的条件。咱够去照顾迄个至微细中间的一个。保罗嘛安尼讲，可无论对啥物人，爱彼此关怀，毋通骄傲，爱去看迄个卑微的人，也毋通家己了做家己聪明。我前一阵有看一个网络的新闻，就是有一个网络人，佫叫做 YouTube 伊特别做一个社会实验啦，伊假做一个摆卡的人，伊头起第一项伊就是穿了真整齐穿西装，穿靴子穿了真好，但是原来是摆卡的伊就伫迄路面惊跋倒，人看伊跋倒边仔人马上就来扶起来，所以伊就伫无共款的所在，共款跋倒，伊大概市拢是相共，伊穿了真整齐边仔人就马上来扶起来。相款一个人伊就穿迄个流浪汉的衫，有若是摆卡跋倒，边仔人拢闪过，逐个人拢闪过。伊讲伊试几若遍拢是安尼，完全相共。大家拢看外表，大家拢看即个即个穿插较好势，咱起来帮咱可能袂拄着啥物款的代志。迄个流浪汉万一来扶开，伊要来威胁我要安怎？大家拢闪过。所以这互咱一个真重要反省，共款一个人，因为穿插无共款，别人对伊的态度无共款。咱敢有可能安尼？敢有可能看悬无看低？敢有可能因为外表穿插安怎，咱就做什么款的判断？咱会记起耶稣基督带咱的教示是，爱伫卑微中间去照顾遐个，就是亲像照顾上帝同款，照顾耶稣基督同款。这是咱爱去学习的。第三项，咱除了有即款的观念以外，上较重要就是爱付出行动嘛。咱知影讲伫别人的苦难中间，咱有责任，也是讲咱爱去关心遐卑微的人。但是如果你若真有即款的财物，无任何行动，无法度成就上帝恩典。所以伫关怀中间，咱爱付出。上帝要借着咱为受苦的人带来愿望。对伫遐受苦的人中间，咱会当对因显明上帝荣耀甲恩典。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特别咱对耶稣基督的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伊咧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信仰概念，就是信仰毋是将财物上的理解，是爱将伊实践出来。咱看见着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耶稣咧讲的，这4甲利未人，因检讲毋知影讲爱去帮助遐受伤的人吗？因知识顶面、思想顶面拢知影，但是因无行出来。反倒是受因看轻的撒玛利亚人，会当实际上去帮助真正需要的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活在这世间，可能咱会看到真济这世间
无好诶所在，受苦诶人真济，无公平诶所在也真济。检测有个人认为讲咱无亲像耶稣遐尼大诶能力，但是咱来理解，上帝透过咱所做，伫咱减轻即世间淡薄仔受苦诶人诶艰苦。咱可能无法度互亲密诶人会当复明，但是咱会当诚做因诶引带，为因带路。咱可能无法度互拜卡诶人会当复原，但是咱会当诚做伊诶扶持。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不足诶，拢有欠缺。上帝互咱伫教会中间，咱会当彼此互相帮衬。然后咱出去到即个社会，咱尽咱诶气力，互即个无完美诶世界，会当加添一点仔温馨，互即个世界更较美好淡薄仔。这是咱爱穿诶制服诶第一个性质。愿上帝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诶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信仰诶学校来学习。恳求主，互阮真实明白，阮伫学校学习诶最尾诶目标，就是要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这也是你设立教会诶目的之一。恳求主帮助阮，阮教会伫遮已经111档，互阮会当继续即个美好诶传统，互阮伫教会中间不断装备家己，学习会当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特别恳求主，互阮有怜悯诶心，会当将即世间诶受苦诶人看做是阮诶责任，也会当伫卑微中间看见上帝作为。上较重要就是阮会当付出阮关怀诶行动，来减轻即世间诶苦难。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诶名，阿门。